来看基隆的上丰野区的弹药库，昨下晡炮弹因为不明的原因来爆炸。 有9位士官兵来碰着伤，其中有2个士官兵是来重伤。再去总统蔡英文甲国防部长邱国正拢到三军的总病院来探视这个患者。针对这个爆炸事件，嘛引发着附近居民的惊恐，拢希望这个弹药库会当赶紧来清刷。国防部长讲，这个弹药库的用地已经来限缩，而且承诺会离民体300公尺以上的距离。 总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士官兵的伤势怎么样吗？目前还乐观吗？总统蔡英文表情点动，赶到三总内湖的总医探望2个因为爆炸受重伤的士官。虽然讲话不方便，因为插管，所以在目前的医疗的状况都很稳定。后续我们会全力做一个专案的一个编组，把它后续要复原的、康复的，以及有关于这个这权益方面，我们会全盘来掌握。 国防部长邱国正嘛到病院探视，详细上严重细红的伤势。上病院的时阵意识状况无解清楚，倒手动去，正边的大腿嘛有着伤。另外一个细阮的中士倒边手腕碰着伤，拢也搁咧大病院治疗。 昨下晡3点外，国军陆军第6军团3支部基隆上丰野区弹药库进行弹药的检查作业，当咧处理由马祖送到转来弹药，雄雄一粒120公里迫炮弹发生着爆炸，9位士官兵拢因为安尼受伤。意外发生了后，基隆地检署马上指派检察官分案调查。这一整排都是血迹。 为附近住户的楼尾顶会当清楚看到野区，这边爆炸意外，互居民是真惊吓。希望弹药库内底弹药会当赶紧刷走。这大家来惊，这手表大家哀叫啊！哦，蹦者拢爱心脏要停去哦，足大声，很有震动啊。点5万管。迄时阵你在创啥？煮饭啊，今仔日较细声。 谢谢你。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会将弹药库放伫遮是有伊的必要性，而且会离民体300公尺以上的距离。严格这款的讲法，是不是真正会当保证未阁有意外，也无答案。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